台湾近比莫可证指挥中心宣布，也未系关于听26日无新增加本土个案，也全国确诊人数总共来到的443人，其中有355人解除隔离。就算关于疫情有加缓的，指挥中心还能呼吁民众出去的时节，还要保持社交安全距离，从台中运输工具未爱全场带遮掩的。关于疫情同问题，政府未规划为本民生同产业恢复正常运作。指挥中心宣布，10月先前暂停营业营业者，经过各县市政府评估，克服防疫同安全条件过后，足足地恢复营业。中华职棒对近比喜事快风球迷日常款比赛，係全世界第一代台灣本地桃園球場特別將來決軍進行快重發通，韓國有帶點大家強下衝國歌，同第一線防疫決軍來致敬。台灣地面對18日武漢肺炎疫情展現出嚟團結，共客家創作高手龔連友指導東間通，喺客家共享傳播基金會邀請下，用家模擬客家下一條防疫公橋。韓國有很多客家歌手同演員強下來唱，為同大家加油。關於疫情加緩呢，雲林縣政府有條件解除相關限制，對近比喜事學到禮拜六、禮拜日開放戶外空間，為民眾做地熱皮運動。韓國有用戶機構未用做文字，為民眾分批分流開放民眾去看親戚朋友。